開始。好，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已經將啲奉獻咧做好晒分類啦。嗱，其中紙幣可以留意下嘅，同一個面額，所以頭先個衣夾點用咧，就係通常我哋會同一個面額咧咁樣夾起佢嘅，一份一份，係啦。咁另外咧，硬幣咧就會按嗰個面額咧又係咁樣分類。咁我哋嘅做法主要咧，通常就係咩啊？5個一棟，5個一棟咁樣排好晒分類。咁由2磅、1磅開始啦，去到最後嘅1 P 係啦。咁另外留意啦，硬幣方面或者甚至乎紙幣咧，有陣時會收到一啲咧唔係英鎊嘅奉獻喎，就好似而家我哋今日我哋可以收到港幣嘅2毫子啦，同埋一啲歐羅。咁點算咧？如果呢啲咧非英鎊嘅錢咧，我哋就會另外有一個叫外幣袋嘅喺我哋個奉獻個 file 入邊。咁咧唯有咧就將呢啲咧外幣咧放晒儲晒喺一個袋仔入邊，咁留翻咧將來咧就睇下一次過再處理嘅。好啦，咁分好晒類啦，就正式咧要點奉獻啦。點奉獻咧就首先我哋攞其中一個20磅做例子啦，係啦。咁首先咧就有一位弟兄就開始要數啦。11，咁當一個弟兄數咗11張之後咧，要多另一個弟兄姊妹啦，去到複核嘅，咁所以我都會數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咁如果兩個都 check 過冇問題，係11張嘅20磅咧，咁我就會正式